重新恢复原状了。孙姐姐第一次吃典藏版，大概只能维持3分钟。原来是这样啊！王令师兄，这包干脆面是协助维护世界和平的奖励。谢谢王师兄。王师兄，守护世界和平一定很累吧？我们生活的世界太脆弱，正是因为如此，所以我们才更需要竭尽全力去保护，不是吗？王师兄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果然就是你。